哇！珠海今次發達啦，50億，劉強東一個人掟落珠海搞遊艇喎，但係佢唔係買嚟自己玩喎，而係要顛覆成個中國嘅遊艇行業啊！講真，50億投遊艇係咩概念呢？中國造大船係全球第一，造船3大指標連續15年係世界第一嘅。全球每2架大船就有1架係中國製造嘅。但係講到遊艇呢方面呢，全球市場我哋佔嘅份額4%都唔到啊！喺2024年出口淨係得6億幾美金，連歐洲一啲小國我哋都比唔上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內地遊艇企業又細又散，幾乎冇一間投資額過1000萬嘅。劉強東今次呢50億簡直係普通遊艇企業嘅500倍啊！而且2024年全中國遊艇製造業年產值先係128個億，佢一擲就已經係差唔多半年嘅產值啊！呢個級數嘅投資真係唔係同你玩下咁簡單。點解要揀珠海呢？第一，政策、位置、需求都啱晒。珠海距離香港超近，喺2025年底，大陸登記嘅遊艇先係得1萬架，但係香港註冊嘅遊艇已經有13000架啦。單係香港就已經贏晒全大陸其他城市嘅總和，再加埋澳門嘅價錢，直頭係冇得比添。不過港澳本地遊艇維護嘅成本又比較貴，技術又唔夠。豪華遊艇壞咗，仲要拖去新加坡啊、歐洲嗰邊做整，又貴又耐。依家珠海仲即將開放港澳遊艇北上喎，港澳遊艇入到內地可以停靠喺珠海最多180日，開過嚟只需要2個鐘頭左右，超級方便。只要港澳有30% 遊艇願意過嚟維修保養，每年可以帶俾珠海嘅收入係6億至到27個億啊！你話呢個現成大市場邊個唔心動啊？第二，珠海本身實力夠硬，內地遊艇嘅消費最多咧就係海南，交易最多係上海，但係製造最強勁咧就係珠海喎。珠海係全國遊艇產業起步最早嘅一個城市。劉強東呢個項目位於高欄港經濟開發區，隔離嘅平沙遊艇產業園已經搞咗20幾年，比起其他地方早10年以上。現在有36間遊艇嘅企業，30間係製造商，6間係配套服務，企業密度全國最高啊！仲有海港、土稅、人才優勢，產業鏈十分完善。當然，劉強東呢個項目唔係咁簡單，佢主打新能源智能遊艇，太陽能充電、AI 自動導航，50億砸落去珠海，採用咗新能源、大灣區融合、海洋經濟3大風口，再借住港澳遊艇北上嘅政策紅利，足以令珠海成為大灣區遊艇經濟嘅核心樞紐啊！總結一句，東哥今次投資嘅唔係遊艇，係大灣區嘅海洋經濟未來啊！呢盤棋你睇得明未？